師兄師姐咧，佢哋喺今年嘅一個大日子當中咧，屢獲殊榮，有啲係多達10幾年嘅 MDRT，甚至係卓越顧問。2024年咧係一個充滿挑戰嘅一年，大家一齊合作，用咗好多不同嘅方法，就將呢啲困難一一克服。所以今天係值得我哋開心。第一，嗱，今年好開心，因為今年咧 MDRT 人數最多，1/4嘅同事都係 MDRT，一個好亮麗嘅成績。今年咧，我哋希望突破成績，招募更多人才，一齊努力。OK。每一年到這個慶祝會的時候，我都特別開心，特別感恩，努力是有成果的。第12年去到 ARA 咁嘅連續得獎，其實係好激動嘅。但係你都係覺得壓力好大啦，因為係好開心嘅。可以攞到呢個 MDRT 咧，絕對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，係成個團隊嘅功勞。下年係 COT 同 TOT 跑出10年 MDRT 嘅悶局。